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，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，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，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读诗篇第115篇。在读圣经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孩子们可以在今天的早晨一起来灵修，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在诗篇115篇当中告诉我们每个人，每个你的孩子，你要告诉我们的，你要传达到我们心中的话语。主，让我们将今天一整天能够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灵命的粮食。主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保守我们在等一下读经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全神贯注，而且有从你来的智慧，能够明白，能够读透，将圣经里面的话语能够咀嚼进去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的脑海里。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诗篇第115篇1到18节。诗篇115篇第1节，上主啊，荣耀只归于你，不归我们，只归于你，因为你有信实和不变的爱。为什么列国要问我们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们的上帝在天上，他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。他们的偶像用金银铸造，是人手的雕塑品。他们有嘴巴却不能讲话，有眼睛却不能观看，有耳朵却不能听，有鼻子却不能闻。他们有手却不能触摸，有脚却不能行走。他们不能发出声音。愿所有制造和相信偶像的人都跟他们所造的偶像一样。以色列人啊，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亚伦家的祭司啊，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所有敬畏他的人啊，要信靠上主，他帮助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上主顾念我们，要赐福给我们，他要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人，他要赐福给亚伦家的祭司。上主要赐福给敬畏他的人，不分高低贵贱，同蒙福泽。愿上主增加儿女给你们，也使你们的儿女子孙众多。愿上主赐福给你们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。天只归属于上主，但他把地赐给人类。
死人不能颂赞上主，下冥府的人也不能赞美他，但我们活着的人要感谢他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要赞美上主。诗篇第115篇是一篇团体祈祷诗，也是逾越节等节期使用的哈利利赞美诗之一。一般认为它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，在重建圣殿期间受到外邦人藐视与挑战。当时人民面临偶像崇拜的诱惑与外族欺压，诗人借此诗来鼓励百姓坚信依靠唯有创造天地的耶和华。那当时外在的压力就是外邦人嘲讽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质疑神的存在以及能力。那信仰的危机就是面临到在异族的统治之下，以色列人受到邻国偶像崇拜的强烈诱惑，诗人借此分辨真神与偶像的区别。诗篇115篇是一首在困境中坚定依靠神的赞美诗，强调荣耀归于神，虚假偶像与独一真神的对比，以及神对敬畏者不变的赐福。诗人劝勉神子民不靠自己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和盾牌，呼吁从今时直到永远都要赞美耶和华。耶和华啊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这是百姓向神呼唤的心声。慈爱和诚实代表神的拯救。这篇诗篇是向神的祷告，要让人看见神是哪一位，他是独一的真神。当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，我们就能向神呼求。来说，偶像是人所造的，但我们的神是活神。耶和华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。这里的慈爱的另一个意思是神的拯救。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，百姓向独一的真神呼求神的拯救，这就是神对百姓的慈爱和诚实。诚实也代表可靠，因此百姓要来将荣耀归于神，因为神救赎他们。这是在讲神的拯救。第二，神是可靠的。有时候我们在困境中看不见神是可靠的，我们因此会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和信靠，会怀疑神是否真实。如果我们知道困境将会是什么时候结束，我们就可以倒数，比较容易度过这困境。但当我们不知道困境完结的日子时，就会觉得很痛苦，或是很难度过。知道神是可靠的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可靠的，不知道神是拯救时，在困难中的日子会很难度过。以色列周边的国家400多年来都对以色列虎视眈眈，但以色列百姓知道神是可靠的，是活神，所以他们起来呼求神，经历神的保护，并将一切荣耀归于神。第三，活神与偶像的不同。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跟随神的最高境界是，即使神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，且他是随己意行事的，但我们都依然跟随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睛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触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偶像不能说和不能行走，而这随己意行事的神却是拯救和可靠的。第9节到11节，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国，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。你们是指百姓，无论是神的国度、神的祭司和百姓，凡是神所拣选的都要来依靠神。
这神是与我们有关系和交流的神，我们要更深入的去依靠他，更深的去依靠他。第12到15节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主必赐福给他。这赐福是未完成事，即持续的赐福。当我们持续敬畏神时，我们就持续在神的祝福里，神的祝福是不住的涌进来。第17到18节，活人能够做的就是敬拜赞美神。当我们有机会时，就要去敬拜赞美神，因为我们受造就是为要敬拜赞美。我们这样做就是能让人敬畏神，主必赐福敬畏神的人。第2节，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以色列人面对的是被人嘲笑的环境，是十分的狼狈。这极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时期所写的诗，诗人的回应是坚定的依靠神。他很清晰，人所拜的偶像是没有用的，只是表面的风光。诗人知道这些偶像的本质与创造天地的神是不一样的。诗人的信很真实，纵然他世事不亨通，但他仍然相信耶和华，选择敬畏他，知道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。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第16节，地上的人无论依靠偶像怎么样兴旺也好，也无法自己上天，因为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唯有敬畏神，神所喜悦的和与神有关系的才能上天。诗人即使在困境和不风光里，仍然去依靠神。有很多人在困境时就放弃神，去依靠其他偶像。为了顺境就放弃耶稣，顺境有时反而会成为人的偶像。造他的和他要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第8节，靠偶像的会像那些偶像一样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跟随偶像在黑暗里找不到出路。他们开始时可能很亨通，但到最后是一片混乱，因为偶像领人走的是黑暗的路，因此最后是不能听、不能看、不能摸，在黑暗的辖制里。但我们的神不一样，当我们敬畏他时，最后必然是蒙福的，就如跑马拉松一样，信耶稣的人和信偶像的人一起跑，可能开始时我们跑得慢一点，他们会跑得厉害一点，但到终点时就能分出高下。我们的终点是在天上，他们却不是，所以世上标准的快慢高低并不重要。诗人即使在被掳和被嘲笑当中，他的回应是坚定依靠耶和华，甚至呼吁人一同去依靠他。依靠神必定会蒙福，因为神的属性是赐福，而撒旦的属性是赐祸。神的属性是不会收回的，并且神是一代又一代的祝福我们。第9到第18节是会众的敬拜。第9到第11节，祭司利未人与会众合唱。所有人包括被掳的都要依靠耶和华，整个国家、祭司、所有神的仆人都要依靠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和帮助，如同环绕我们的藩篱，保护我们，让我们投靠。12到15节是祭司唱。那卷念的原文的意思是记号，也就是 mark。神是纪念我们的，在我们的身上做了记号，目的是定义要祝福我们。因此在面对艰难时，我们对神坚定的信靠不动摇。祭司说，耶和华要赐福给以色列家、祭司家，还有敬畏神的，无论大小都要赐福，叫众人的子孙日渐增加。
因为神是定义赐福给我们。第16到第18节是会众的赞美。天是耶和华所造的，地却给了世人，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去到何方，地也是耶和华给予的。我们知道从造天地以来，神就纪念我们，直到如今。所以整篇的重点呢，就是在于荣耀归于神。当遭遇困难或被质疑神在哪里时，认清荣耀不是归于自己，而是因为神的慈爱和诚实，将荣耀归于天上随即意行事的主。第二是拒绝偶像。人所造的偶像，金银或是无生命的，终归虚空。现代偶像可能是你的职场顺境、财富或是名声，依赖这些会让灵性变得不能看、不能听。第三是依靠真神。诗人3次的重复呼吁全体百姓、祭司和所有的敬畏者要依靠耶和华，唯有神是真实的帮助和盾牌。第4是神必赐福。确信神向来眷恋我们，不论大小都要敬畏他，只要敬畏他就会源源不绝的赐福，使子孙增加，生活蒙保守。第5，活着要赞美。即使外邦人看似亨通，但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趁着活着持续称颂耶和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是信实慈爱的神，我们将生命中的职场、家庭和荣耀都归给你。求你赦免我们曾经依靠虚无的偶像，带领我们坚定依靠你，作为我们唯一的帮助与盾牌。愿我们的生命蒙你眷念赐福，并从今时直到永远都赞美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有平安顺心的一天，也能够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中，在不论是自己的职场上、家庭或是课业、感情、人际关系当中，都能够荣耀主的名，都能够思考耶稣的话语、神的话语。平安。